黃豆是做那個豆腐，就是這個豆腐，你做豆腐。做豆腐。哦，你今年幾歲啊？啊？你今年幾歲啊？幾歲啊？74。74。哎。哦。35年。嗯，你只是在這裡住艱苦嗎？生活？這沒得兒子過啊，現在我信不到啊，現成熟了不知道了。佢哋都係以耕種為生，種嘅農作物以稻米同黃豆為主，但係由於地處偏僻，佢哋嘅農作物都係自給為主。那你為什麼不搬出去？我冇對錢啊，搬哪去搬啊？喺內地，好似呢一度咁樣交通咁唔方便嘅農村呢，仍然係唔少嘅。而呢度嘅農民所種嘅糧食呢，冇辦法運出去賣錢，於是令到糧食囤積，影響佢哋嘅生計。呢一日 ，Judy 同方丈到呢一條村探訪呢兩兄弟。好，師傅，你好，你好。來了。你好，劉爸爸，你好。呢啲就咪典型嘅窮嘅農民地方咯。咁即係其實巴基斯坦、印度啊、非洲都係咁。一樣咪睇下嘛，睇下知道呢個世界乜嘢事都有噶嘛，所以就咪叫啲人唔好浪費食物咯，嚇。Judy，點解你咁突然間咁難過？你見到啲乜嘢嘢啊？我見到佢哋好苦。係點苦法？其實你覺得佢同你以前見過？我未見過咁樣。呢啲真正世間嘅苦啊，有啲地方仲苦啊！苦到冇得食添啊！完全冇得食，佢仲有啲嘢留喺度，表示都未到底線啊！非洲或者某些地方真正冇嘢擺喺度啊，明唔明啊？佢哋有啲嘢擺喺度，我仲可以話隔幾餐。有啲地方朝早食完少少嘢，下晝同夜晚有冇得食，聽日有冇得食都未知啊！